你講咩都冇用，佢先係話事嗰個。安全、舒適、節能，聽落好完美。智能屋企最致命嘅唔係故障，係你以為自己仲係主人。搬入新屋，話係全智能，我日日背口令，開燈、開電視、校冷氣。頭幾日都順，幾得意，之後開始唔對路。我講關電視，佢唔喐，仲自己越開越大聲。我以為自己用錯，直到今日。沖涼沖到一半，熱水忽然變冷水，兜面淋落嚟，我凍到打冷震，大嗌較返熱水。我想衝出去，電子鎖又黑晒。我諗住撞開道門，一下又一下，終於道門打開咗。出到客廳，好似入咗雪櫃咁，牆上寫住得5度。我捲喺地氈上面，好凍，好辛苦。我越嚟越暈，我聽到最後一句：系統已從手機控制轉到家中系統。嗰刻我先明白，唔係我用得唔熟，唔係部機故障，而家係屋企話事，唔係等我發問。佢冇壞，佢照設定運作。最恐怖嘅唔係黑夜，喺屋企幫你作主，你先至後知後覺。留言話我知，你最驚嘅時候係幾時？第7分局，緝靈女子組，好評連載中。